粗肥甲幼肥。咱生活当中有足侪肥仔的制品，毋过迄到底是虾米款的材质的？足侪人三无长，搁较莫讲要安怎来区别咯。但先华语讲的头，咱就甲叫做粗肥；若是华语讲的词，咱就甲叫做幼肥。一般华语若是称呼做陶瓷，咱就直接甲叫做肥仔就好。毋过粗肥甲幼肥要安怎来区别？咱只要简单把握风、火、水、土四字，就会使轻轻松松有寡概念哦。先来看土的差别。若要烧出幼肥，一定就要用高岭土，因为高岭土内底差不多无铁啊等等的杂质，所以若是完全无甲油，烧出来幼肥会真晚近白色。伫古早的西洋世界，因无法度烧出这种幼肥，拢会甲伊叫做白金。若是一般粗肥的土质，若无甲油，烧出来都袂是白色的。过来是水的概念，条件是爱烧好兼无甲油的肥仔。咱若是甲幼肥滴水，伊是袂渗水出来。相对若是粗肥摕来滴水，伊就会慢慢渗水出来。而且幼肥的吸水率绝对要低过3%以下才会使。也会记伫2当前，听得到泡咖比世界冠军的台湾选手讲，伊得奖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，就是伫英国买的咖啡杯啊。伊调工精选吸水率足高的幼肥杯啊，互泡出来咖啡内底花芳甲果子芳气，完全袂互杯啊影响来吸收去，平心会当闻到十足的芳气，互伊的咖啡作品会使完全体现出原来的气味，才有机会来得奖。刷落是火的因素，火所代表的是温度甲透光性。大升是温度爱烧到差不多1230到1280度左右的高温以上，伊才会来成做幼肥的条件之一。若是一般粗肥的土质，硬要烧到这种高温，若毋是烧到破去，无就是作品会来枯卡去。过来是火所代表的透光性。粗肥甲摕来照光，是绝对袂透光。若是完全无甲油的幼肥甲摕来照光，伊就会小可透光。最后是风的作用，这是因为风有法度传送声音。若是幼肥用手甲啄看卖啊，伊的声音会比啄粗肥的声音搁较脆一寡，相对粗肥的声音会较钝。毋知安尼生粗肥甲幼肥的简单区别，是毋是真深刻？万一若是拄着有人个别挑工要实验，用高岭土甲粗肥仔土蓝做伙去烧，佮烧出花要1200度左右高温的作品，都毋知影要安怎称呼，是粗肥也是幼肥，无要紧。咱就直接叫伊肥仔就好。